来啊！即摆换换，你知无？小师兄、胖师兄去倒位啊？我毋是甲恁交代过，叫恁袂出去发言。恁真好大胆呢，甲同银行做伙去。啊，即摆银行人咧？嘿呀，胖师兄无你怎么办？小师兄阿红我兵啊掠去呀！啥个啊？银行嘛叫人来去选美哦。伊讲偷财钱嘞，小师兄阿红敢是谁啊？紧，先生，拜托，上一咱名啦，上名，嘿，拜托，莫来多问题，你的钱我袂谈。来，拜托个啦，上一个啦，紧上啦，早的啦，紧。啊，我是咧街路练当将嘛，我啥物老不收，怎么要来叫我甲你上名？我跟你讲，你若背咧，我也袂甲你。真是两样是，啥是免怎？我要考哦，考这你考不？敢讲我着搁买一支梨仔糖来甲你骗？我甲你跪啦，拜托个啦，规万我拢快了。先生啊，拜托个啦，拜托个。哎呀，加错啊！人都已经跪了，甲你求啊，你就甲人生气啊！阿肥啊，你都唔知影，这个叫做得失土地公是无贵啦。伊即马文友若甲我摆比拳，我也袂甲算。你若唔加算，我是要来抢你的生意，赚一条细条的。阿肥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是摊生意一定爱做？加减啊，他袂使。好啦，来遐接来，手伸出来啦。先生，唔是我啦，唔是你，啊无你钱就乱算的哟。无啦，是阮头家请你来阮兜啦。先生，查起我紧啦，人都紧卡，都唔细卡，都紧卡啦。紧来！钱头家，上面先来请来啊啦。哎，先生，拜托，甲看来，看当时的娶婿面。嘿，先生，先给我看我当时的生后生。哎呦，钱少啊！咱请上面先来，是要算阿英的运途是凶还是吉啦？唔是要请来算恁当时生后生，当时娶婿伊啦，救阿英较重要啦。恁是口罩啊！平常时无代志，也毋捌咧烧香拜拜，哦，即摆有代志，才要叫我甲你算命，袂准啦。啊，安某诶，啊，这是你甲恁小弟的代志，甲我无地代，你算才会准。啊，你在讲啥话啦？哎呦，真的啊，你甲我听看卖啊咧啦！阮小弟吼就是因舅啊啦，佮甲伊无关的，你甲我算看卖，是毋是我嫁唔着人？哎呦，你嫁唔着人，你唔通嫌啊啦！像我这落翁哦，你点电仔火都无地吹啦。人讲家好万事兴，家吵万事穷，也恁这口罩安尼吵起啦体，安尼袂平安啦。先生啊，歹势吼，啊，阮兜的见笑大嫂你看了了，是讲先生啊，拜托啦，你替阮阿英算看卖咧，算看伊伫当时才会当按家落来放出来。哎呀，上面先来讲，你有一个真大的讨债劫啦，叫你啊赶紧带一个某，造化人渡过这个劫数呢。算啦，先来吹，好蕊蕊，伊讲的话，等下你相信。哎呀，你若讲呢，当恁姊也是新家的食哥啊呢，怎么叫媒人婆啊？世界替你去找某啊啦？阮阿姊哪会遐糊涂啦？啊，我心痛，我心就痛啊！啊，哎呦喂啊！姑娘啊，你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啦，我要甲你恭喜，你要成亲啊呢？你莫甲我笑啊啦！我也无啥物成就啊，有啥物人肯嫁我？啊，但伊若有咧，有嘛无路用？我是一个罪犯，犯死会去判死刑。我这么愿意去连累着一个无辜的人，有哪少我？哎呦，水某的啊，你帮我看看是要倒位啦？哎呦，水某的啊，你要倒啦？啊，你甲放屁啦！啊，放屁啦！哎呦，来，走了，慢点注意，慢点注意，嘿，啊，无你是咧创啥啦？哎呦，水某的，莫搁三八啊啦！哎呦，迄个算命吹好蕊蕊，迄相命先咧讲一个影，你就生一个囝，莫去啦！啥物咧莫去？我吼一定要等到阮后头住遐哦，甲阮阿英啊找一个某咧。
哎呦，啊是阿英娶某较要紧，还是我娶细姨较重要？哈，你要娶细姨哦？哎呦，你就算讲你是一尾龙，连我你都处理袂好势，要娶细。子爽，子爽，较细声的啦。这款代志若你互唱片头尾听到吼，笑破人的裤底啦。对啦，水某的，等咱阿英的代志闹到满城风雨通人知，送个查某囝敢嫁咱阿英的，哎呦，你莫阁迷茫啊啦！子爽，哪有人话你嫁阿英啊咧？哈，有人愿意要叫阮阿英哦？哎呦，啊是对一家姑娘哈？啊，对吼，对。做你讲无要紧啦。哎呦，哪有人哦愿意叫阮阿英啊做某哦？我会跪落来吼，甲伊磕头，感谢伊哦，替阮听到团香火啦。水某的，阮钱加咧。那这吼，你放心啦，我钱嫂吼一定甲你钱甲生一个钱仔囝咧啦。剪刀石头布，一输3败呀哦！呀，我来讲呀，过来，剪刀石头，这下，哎呦，哎呀！胖师兄，你又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是钱在作怪。钱在作怪，钱在哪里啊？我只是想爱钱。你是是为着要起庙，才遐尔爱钱，对无？对啊，我家己做去化缘啊。你是即摆在闭关，你无闲去插伊哦，我要带你去化缘。我买了真多钱，我买了。玉溪啊，好好照顾他们2个，我要去一趟昆明。胖师兄，你要去昆明干嘛？我要去寻宝。哎呦，拜托的好不好？两位小师傅啊，你妈你甲我哭对好，阿弥陀佛哦。阿弥陀佛。唉，两位小师傅啊，今仔日子嫂啊吼是真无闲，啊心情嘛真歹，啊嘛无钱通甲恁报喜啦。子嫂，你错，我是要报喜啦。要无，你到底是要做啥物？阿弥陀佛。子嫂啊，不是因两个要找你，是我要找你。你要找我？我唔捌你啊，你找我要创啥物？是好主先甲我讲的，叫我替你小弟做媒人。啥？啊，等你回上人，啊，敢趁这媒人钱哦？我是不会趁这个媒人钱，是先呢特别拜托我的呢。哦，讲到恁迄个先呢，啊，一支嘴哦，较白过米胎啦。阮家有代志是。子嫂啊，哎呦，是搁啥物代志啦？啊，你小弟的亲情是找有无？都是无讲这足烦呢。子嫂啊，你唔免烦啦，听我讲一句话，求别人哦，不如求家己。你那就走较远去找，人便便滴的。啥？你叫阮阿英啊去找迄个插甫金凤啊？无唔对，袂用的。阮阿英啊是故意人呢，啊去找迄个插甫啊做某，迄以后吼一定会压落底。我讲袂用。哎呦，水某的，凊彩啦！即嘛什么时阵还搁咧警？紧杀做队啊，破掉迄个拖鞋夹啦！对啦，对，先把伊的拖鞋夹破掉，啊，互伊平安倒转后。你管你娶什么款的某？啊，拢嘛你啦！啊，当初哦，我就甲你讲哦，甲阮阿英啊抱一个新妇来邀，大汉通互因杀做堆，你都唔肯。但即马清清洗洗哦，就要娶一个某阮阿英啊！我想着哦，心都足唔甘。哎呦，迄个旧年的交西官，搁摕出来咧讲，哎呦，代志紧做决定啦！小师傅啊，啊，咱若安尼做，敢有妥当？子嫂啊，即马救人要紧，莫考虑遐济啊啦。水某的啊，紧找媒人去做亲情啦，代志唔通搁拖啦。先生，你这先创啥？这哦，一个是聘金，一个是嫁妆，媒人哦就是你。哎呦，这无用哩啦！哦，无这个礼啦。真的，是你大子嫂讲的，讲阿英爱娶某冲喜，安尼才会使抱伊的拖鞋夹。那即摆子嫂要请你做媒人，要互伊伫家路内底结婚，是安怎袂用的？
哎呦，这款代志我是有安尼讲啦，也毋过等加入来结婚，这款代志你也想会出来？先呢，你袂当我皮啊啦，迄代志是你讲的呢。你若无去人做媒人哦，我就叫人甲你拆招牌，讲你算命袂准，以后你生意就免做。嘿，虽然大，即摆成王无在庙，你咧小鬼还过直着咧。阿培这无伫，你甲我唱秋呢？毋是唱秋啦，这是做公定呢，这是聘金，这是嫁妆。你互因两个伫家乐内底结婚做夫妻啦。好啦好啦，唉，人讲这世人啊，若无共牵一个红线，做一个唔人哦。后出事会牵地高呢。我下农林牵红线。哦，水哦，哦，进来进来。真有水当当的，我知啦，我下农林牵红线，我下老人来主婚，可以年年出好家孙，刷落清凉街来拜天地。滚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。这个高堂无地，跳过人过啊！跳过人过，三拜啦。夫妻对拜，列行。恭喜，恭喜！金凤，叫我，你会后悔？皇天在上，我伫金凤嫁予你，绝对无后悔。我永远拢是你的家后。真的，多谢你哦。免客气，因早拜天地啊，就会消灾解厄。你想做？啊，快点！啊！金毛，我来安尼啦。金毛，你要紧无？你要紧无？无啦，我不要紧。谁呀？俺们紧算看卖，紧啦！是我不下去。哎呀，你是买发生什么灾，我都算不出来你咧。真的啊！你国道也全部数，国道第二把刷无看报，紧的啦！点讲嘛。阿姐，哪安尼？你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我有较好啊。你好，我用讲看卖。
身躯拢无力。奇怪，是啥物人互你喊了高叫，要害咱呢？我嘛是规身躯拢无力。阿弥陀佛，两位施主，请互平身跪。看你头大面子红，肚大机财旺，也敢自称辩证，谁要相信？你后壁迄骹布地是地什么物？这内底拢嘛是金银财宝，你要知啊？拢互你。喂，臭和尚啊！你摆想要变什么棒哦？恁空有是爱发财，这卡布地拢互恁啊！哼！救呀救！记得救啊！记得救啊！哎，非分之财，恁当然搬袂叮当啊！会长啊，拜托你啊，我救命，我这布袋地上啊，我求你啊，拜托提走啊！这卡布地是你讲过的哦。是啊，记得救啊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阿坤啊，咱老这臭和尚变个东东西歪，行，咱让他禀报少爷，叫他人报仇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！痛哎！妈妈问你嘛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！痛哦，好吧。欢欢喜喜。胖师兄，哎呀，两个小胖胖啊！胖师傅不在，小师兄有没有欺负你们啦？有啊！胖师兄替你教训他吧。胖师兄，你这一次昆明寻宝有没有找到什么宝藏啊？来，坐好坐好。胖师兄，你到底有没有找到宝藏啊？胖师兄，我要宝藏，我也要。胖师兄，你怎么那么神秘啊？好像有什么玄机。不是玄机，是天机。你想，明天把欢欢喜喜送到同仁堂钱嫂那里，让他们供养。给钱嫂供养好吗？钱嫂无儿无女，帮欢欢喜喜送到他那供养，他会像照顾亲生儿子一样爱他们的。胖师兄，欢欢喜喜到底犯了什么错啊？你要把他送到钱嫂那边去，我难道没有好好照顾他们吗？我不要去啊！我也不要去啊！欢欢喜喜，你们要听话哦，到钱嫂那边去住，你们师父啊就快出关了，到那里等你师父来接你们，好不好啊？好吧。胖师兄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好吧，胖师兄，你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吧。阿弥陀佛。一角、两角、三角形，四角、五角、六角半。哎呦，别那么碎了啦！欢欢啦，你若无辛苦哦，那会讲你是恶作鬼哦。爸爸知影辛苦。哎，欢欢啦，欢欢啦！来，阿姐甲恁两个洗身躯好无？
来，行，啊，这甲你两个说，起来。三角、四角、6角、8角。高水，迄若是阮上时啊叫，唔知要偌好咧。阿姊啊！阿姊啊！哎呦，阿莲妹！我回来啊！哎呀吼！好啦，无等你安怎吼？无。哎呦，英诶，你哎呦，哎呦，啊，真好！哎呦，水某呀，迄个福州县的算命实在有准啊！你讲英诶某带人就转来啊！哎呦，对啦，哎呦，真欢喜。无咧，英诶，啊那今仔日一个人转来，啊恁某金凤咧？阿姊，伊退啊单做啦，关老爷唔才帮我转来。英诶啊，想袂到迄个金凤姑娘是遐尼有情有义。水某呀，你以前哦拢共错怪啦。英诶，阿姨伫当时才会甲咱金凤啊放转来。关老爷讲，要将因姊妹啊卖掉啦，头年报失落1两的苦银。哈，安尼关老爷毋伫咧贩卖人口，还是想讲要甲因姊妹啊卖互啥物人哈？听因讲，要甲因姊妹啊卖去用啥钱啦？要甲伊卖去记？哎呦，啊你真无容易才娶一个某，啊都要甲卖去记？我这关老爷吼实在有够夭寿，阁失德的啦！阿良的啊，紧的啦，紧想办啦，啊财这直直是咧创啥啦？安尼我即摆随来借钱，甲因姊妹啊赎身倒转来。师傅啊，哈，金毛甲我讲啦，因昆明厝内土地有带真侪钱，叫我去甲挖出来。哎呦，戆囡仔，你敢知影昆明离这远？等你昆明倒转来哦，来不及啦，还是我来借哈。大师兄，你在做什么啊？钓鱼啊！哈，就拿一只树枝就可以钓鱼哦。是啊，钓什么鱼啊？美人鱼啊！你骗人，这里哪有什么美人鱼啊？好了，你不要再吵了，再吵啊，什么鱼都给你吓跑了。哈，你就这样子钓鱼哦？是啊。这不就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吗？你终于开窍了，当然是愿者上钩了。我才不相信真的有鱼儿会上钩嘞！不要吵。那你自己慢慢钓吧，我不陪你玩了。鱼儿，快点上钩吧！我今天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你玩啊。阿弥陀佛。大科师傅，大科师傅，施主，有啥物贵事？阮兜就住伫这附近，我想要请你来阮兜坐阵放茶，唔知有方便吗？嘛好哦，正久无啉着好，来去甲你交邀一下。大科师傅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仔日咱两个来泡茶，讲过。请坐。多谢公主。哎呀，你唔通叫我公主，叫我小公就会使啊。即马咧，阮厝诶，敢若剩我，甲阮阿娘两个人尔。大哥卫生，免谢日，请用茶。多谢公主。好茶，好茶。阮阿娘呢，正去甲阮阿姑因兜，伊念伊茶转来啊。
大哥先生，你是毋是忝嘛想要困？影若无，我扶你来去眠床，互你歇困一下。大哥先生，大哥先生，真是困去啊！你两个再出来。少爷，少爷，恁东门的卖药果然名不虚传呢，哈！免得挂包啦，紧把这布袋内底的金银财宝拢倒出来。好，紧点，紧点。哎，妈妈，那海丽，来拍去，来，紧点啦。哎，这内底哪是康康呀？是啊，康康的，真是的，什么拢无啊？恁两个是大车咧讲什么笑话？这布袋内底到底有金银财宝啊无？少爷，这布袋内底无物件呢。讲什么？好啦，恁两个唔正经，刚来甲我戏人哦，佮害我来变成个出家人。恁两个死出去啦！是，少爷，小等，少爷，我有什么？把这个大箍和尚先甲我扛去甲面床顶去。是。哦，少爷这黑心来只当啊！小公啊，小公。厉害啦！我娘娘倒来，你两个紧走，紧走！哎，这边啦，这边啦，这边啦！小公啊，小公。阿娘。哎，哪有这阵？这是。阿娘，这是我为庙仔请回来啦。对庙仔请回来。哇，小公啊！他这阵不这尔大阵，难道是要囥喺度啦？你老实讲，你是毋是倒一间庙是人偷摕回来？紧的，叫我莫转去害人。阿娘，莫袂转去啊啦！小哪莫袂转去？伊是我的啦。啊？哎呦，佫真是我的。小公，你对这下手下什么药啊？阿娘，我只不过是对伊下一点点的加止香啦，互这个和尚加困几工啊。阿娘，我甲人约好要去拍啦啦。小公，这囡仔是愈来愈唔是款。少爷。你两个唔正经，专门来咧戏人我的哦。本少爷出事来，互恁创治的哦。平常时要啉要食，都一样无互恁，何必去欺骗一个善下和尚？恁爱知影呢？阮老母是当年家财念经的人呢。少爷，你莫生气啦！这个大户和尚哦，一定是将金银财宝拢藏去，为伫即马伫咱的手头，等候伊精神的时阵，咱就对用刑的，看要讲也唔讲。啥货啊？恁敢要甲刑哦？我甲你警告哦，恁若是敢去顶动着大户和尚的一个钟头啊，我就甲阮老母讲，甲恁两个抓起来。抓起来？哎，少爷，安尼歹算啦。本少爷无要陪恁算啊！少爷，迄个大户和尚吼，还佫有一个小师弟呢，伊一定知影金银财宝藏在什么所在，啊无，咱甲抓起来，好无？啥话啊？你搁要去抓另外一个和尚？哦，我实在少许我交代恁两个歹朋友呢，专门叫我斗讲这个歹代志。哎，少爷，你嘛小想看卖啊！恁兜好野人呢，啊，阮两个是善良人呢，你嘛小同情我，可怜阮一下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甲恁做伙无意思。本少爷不爱算啊！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几乎已经尽力，也是传袂到一只鸟去。你还是紧去困眠吧。对啦，伫我眠床下骹有三项物件，有一项是黄金，一项是珠宝，佮有一项是银两。你摕去做本钱，去开一间药材店。
我袂去量啥。你对我去量啥要创啥？我若真实在有够可怜，若不是因为你，伊嘛免受这种罪。阿姊，我想问呢，你哪会介这种人？金凤，恁姊夫是老实人，我不准你安尼讲。我讲你心疼是无？咱连面就要互送去养城，伊无爱给你想办法。姊夫，你搁徛遮创啥？给你想办法啦！云凤啊，恁若一个遐，会食无好，困无好呢，我会足挂念的。袂使，我要得去量城甲照顾。你要去量城照顾伊，你是足无路用的啦。阿英，你去办证书要紧，你安尼逐工甲我念斗阵，对咱两个拢无好。我知影，安尼对咱拢无好处。要毋过，阿英，你听话，你紧转去昆明，摕到钱了后，再来叫我甲银行。然后，咱就转去你家村啊，咱会当开一间药材店，我会替你生一个囡仔。姊夫，我阿姊讲的话，你有听到无？你还阁徛伫遮，也毋紧去。金凤，我来走。阿英，我会踮咧量城等你。阿英啊，咱遮吼去昆明哦，路途是真远哦。啊，你一路上吼都爱较细腻的。啊，若买到财宝了吼，都爱较紧转来。人伫咧讲哦，财不露白，知无？知啦，阿姊。啊，我无伫咧厝的时阵，你还会记你送饭去家路，互金凤食哦。我知啦，免你烦恼。惨啊！代志大条啊！代志大条啊啦！阿英啊，金凤姑娘姊妹哦，即摆拢杀去你的码头，准备伫要上船啦咧。听讲是要卖去养城啦，紧来啦，紧过来看卖啦，紧来啦！送我咧，你安尼，只是害我感觉也较艰苦哩。我实在是袂放心啦！你千里迢迢去到遐远的所在咧受苦，我错也知，实在是感觉真见笑。你莫阁讲，你莫阁讲。你紧走，你紧走啦！无你叫我，哪行会开脚咧？你是要问事业，还要问运道啊？我们问婚姻啦。婚姻，啊，我唔拄对你做一个唔人，互你娶着水家用做西宫娘娘的某，啊，你也无满足？是的啊，我真感谢你替我牵这条红线。你的温情，我一世人拢会记你。你唔免甲我说多谢，恁翁仔某来当幸福美满哦，安尼我就含笑开吐啊！不，我就欢喜啊！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唔是讲啊，一个面叫啊，咱苦过咧。金凤啊，已经离开啊啦。离开啊？啊，是你倒位啦？为着讨较济，为着赔偿苦银，用袂去真远真远的所在。出去路途遥远，拄着天。凡世，我永远拢无法度搁见到伊啊！你万真是伤心的，我先来你看卖。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坎坎坷坷，唔通为着小小的波折就来失志。恁两个既然有缘结成翁仔某，天公伯一定会互恁团圆。人讲先苦后甘的这感情啊，
较宝贵，你知吼？浩师兄，浩师兄，浩师兄，奇怪，浩师兄会跑哪里去啊？你是咧搞我找代志哦？你的命参我的命就知咧啦，免写算命啦。拜托的啦，你甲我算看卖啊，看我讲我胖师兄哦，还佫有缘无啦？你这边讲啥啦？你哪讲这款话啦？先生，你莫误会啦，不是我无情，是阮胖师兄无义，甲我放散。你安尼黑白讲，阿肥甲你外表看起来是那三兄弟咧，其实啊，你就是伊的徒弟，伊唔只遐听你。甲你游来伊的身躯边，迄就是要导你，要互你去修炼成仙啊！你还拢未了解伊的心情。好啦，你讲看卖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伊3天前去街仔边钓鱼，到即嘛也无看伊人。啥？出家人去钓鱼？嘿，还刷了唔着换到你去学台底啊？sen呢，我亲目看的，伊用迄个姜太公钓鱼，利水3尺。哦。敢会讲有要成精的迄大只鱼，也出来咧作怪，伊去甲赌。阿弥陀佛，师父啊，咱已经困遐尔啊侪工，嘛好精神啊。囝做伊亏心事，我落来替伊担心。师父，你精神啊？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是四川长门。四川长门，我捌听过。恁长门就要用毒的吼，好厉害的毒。我是困几工啊？啊，你已经困5工啊？啊，5工啊！嗨啊，代志大条啊！是什么代志大条？无啦，施主啊，李公主，你着爱好好甲教。是，确实我教不严，得罪着师父，请师父原谅。我会报答啦，我会报答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我这个囡仔哦，一日敢唔伫外面甲我惹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来教化伊。施主，恁公主目前还无复原，不过你莫勉强，总有一天，伊会了解什么是恶，什么才是善。你在叨药？你是咧创啥？阮是咧找金银财宝。金银财宝？小大，你一间破庙伫当时有金银财宝，我哪唔知？有啊，大间佛寺哦，拢有宝，只是普通人唔捌宝尔。有为什么？啊是什么宝？有无紧讲出来？至于白莲公主啊，佛寺内底的宝，拢是爱有缘有德的人才得得到。那像你这种心怀恶良甲贪心的人，是永远得袂到福报。你听你俩，阮虽然大，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是我练高强哦。你这人你叫要慢呐，随便出手拍啦。我拍人心情才会爽。安尼有爽无？你这是什么妖法啊？不是妖法，是佛法。哼，我才唔相信什么佛法。小蛋，迄个刀是真来呢，拄落去哦是稳死无坏。你若要拄吼，我是劝你拄较细力的哈。哼，我才唔相信赌你袂死。好啊，来呀！嘿，自作孽不可为啊！这叫做改台坦白来啦。你要讲啥？你要真死哦！
你若要饲哦，饲哦，我饲我啦。你哪唔惊是吼？做你拄啊，拄我，来呀！哎，四边惊我几人去做呀！你个试看卖啊？我去走。阿哥，你就要走啊是？起码敢若像你这尾长尾青啊，那尔看你还会长手的，现在好粗把嘞。师弟，咱头仔是安怎？我知就啊对啦，拄则吼，咱就我白面人抓着啥物，我人全戆去咧。我嘛是呢，我也唔知人去呢。是啊，咱可能咱就困足久的款。系啊。哎呦，阿妹啊，你让你等啊！啊，师兄，你的手哪会变黑色的啊？我知，一定是咱去中着你白面的毒，阿肥替咱解毒，这手黑去。李七，快把我的乾坤百宝袋拿来，我要解毒。华师兄，袋子我拿来了，准备好哦。李七，把我的行头跟布袋绑在一起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。啊，这阿肥唔知变啥梦，啊，甲咱叫咱走，安尼是要走对啦。真的啊？这是倒位啊？我嘛唔知。哎呦！啊！你哪会走来这自杀啦？系啊，你是安怎啦？金毛叫我来遮找金财宝，等甲赎身啊！我就找无啊，我就等甲救啊，所以唔敢。哈，敢要着爱性命，佮讲你是人，安尼就要死？我若是无死，嘛是无法度救金凤啊！哎，少年呢，想较开的啦，啊对啊，宣传。迄阿肥叫咱甲装当布袋，还甲咱吵起来，这是啥物目的啦？我嘛唔知呢，先呢，要咱甲倒出来问看卖啊！阿弥陀佛。
阿飞啊，你有较好？胖子兄，你传我来这的目的是要创啥物啊？救人哦，好啊，我知影，原来你是叫阮来救阿英对？是啊。也毋过，伊找无金运财宝去甲金凤赎身，你自杀呢？系啊，胖子兄，咱会使救伊一时，嘛要到救伊永远啊！你若随时要自杀哦，咱有无法度甲阻挡啊？谢谢，你对我来。遐尼大的元宝呢？这金凤有救啊！系啊。师傅啊，刚才将这个元宝送我，我听救金凤啦。会用的是会用的，不过你把这金元宝摕去，金凤姑娘可能就无当活落去。哈？胖子兄，伊若无这金元宝去替金凤姑娘赎身，是要怎救伊啊？对啊，阿飞啊，你安尼讲话我听甲无啥法呢。伊是摕元宝要去救金凤哦，啊你是安怎讲金凤也袂活？师傅，若无将元宝送我去救金凤哦，我嘛不爱活啦。这是天机，一切拢是天注定的。阿弥陀佛。你这袂见啥青仔粽哈？人咧想好你偷看啥物？你毋甲你洗目尖晓？是的啊，是的啊。文芳，师傅，啊，你哪来这款所在？我是来找恁两个啊。你学着遐牛啊是无？无顾到啦，也毋过我已经有炸钱要来替恁赎身啦。情到放水啦，原谅我的心是多情的过头。